来关心以色列是透明针对加沙地区进行空袭，有一间收养巴勒斯坦家庭联合国的学校，也有2大面体拢受害，包括19个负责人含囡仔在内，至少有34个人死亡。即马联合国的秘书长是对外表示，联合国的人员伫这个所在死亡，因完全无法度接受。 联合国军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写伫咧加沙中部纽瑟拉特用来庇护巴勒斯坦家庭的学校被轰炸。طلعنا نجي نشوف ما شفناش شيء شفنا اشلاء قاعد تتبزق مرمي في وين ما كان مرمي في داخل اللواء。以色列直连轰炸学校，讲学校和哈马斯犯罪分子利用。根据联合国7个调查报告，超过90%的加沙校舍被轰炸了严重受损，超过一半用来收容难民的学校被攻击。 联合国表示，以哈冲突以来有要到300位人道工作者死亡，其中超过2/3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秘书长古提瑞斯讲，应该进行调查追究责任。虽然上法院，不过判决的结果也无被尊重，完全无法度接受这种情形。随着联合国小儿麻痹疫苗注射车队伫咧加沙就受到威胁。 The unacceptable dangers and impediment that humanitarian personnel in Gaza are experiencing, with soldiers pointing their weapons directly towards our personnel in the convoy. The UN vehicles were encircled by Israeli forces and shots were fired. One bulldozer dropped debris on the first vehicle. 伫咧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冲突事件也愈来愈多。以色列军队伫咧空袭的支援下，攻击几多个城镇，理由是内面有犯罪分子。也无看到的是，附近地区被摧毁，平民百姓被杀害。以下冲突第11个月，加沙地方卫生官员讲，已经有41000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